自从2025年2月16日每日新安宫读经，释放的风险甲代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民数记19章第19到22节。上主对摩西甲亚伦讲：上主所命令的律法有一条，安尼讲：你着吩咐以色列人牵一只健康无瑕疵、毋捌挂胆的赤色牛母来你遮，着将伊交互祭司以利亚撒，带出去营外，伫以利亚撒的面前，甲伊杀死。祭司以利亚撒着用砖头仔运火，按火幕头前朽7遍。着有一个人伫祭司的目睭前烧即只牛母，嘛将伊的皮、肉、血甲粪烧掉。祭司着将片香茶、牛膝草、全色的洗，拢撒伫烧牛的火中。后来，祭司着洗伊的衫，洗身躯，才通入营地。到即倒以后，才清气。烧牛母的人嘛着洗伊的衫，洗身躯，到即倒以后，才清气。着有一个清气的人收拾牛母的肤，保存伫营外礼仪上清气的所在，留咧做洁净的水的路用，通甲以色列会众的罪除去。收拾牛母的肤的人，着洗伊的衫，到即倒以后才清气。这要做以色列人甲寄居伫因中间的外族人永远的规例。若有人摸着人的尸体，就会7日久无清气。迄个人到第3日，着用迄个掺赤色牛母的肤的水洁净家己，到第7日才清气。伊若伫第3日无洁净家己，到第7日还是无清气。若有人摸着人的尸体，阁无洁净家己，就是拍拉山上主的会幕，这人着甲伊对以色列人的中间革出，因为伊的身躯无受洁净的水，伊还无清气。下面是有关人死伫布边内洁净的条例。入去迄个布边，以及所有伫布边内的人，7日久拢无清气。布边内无嵌挂的器具嘛是无清气。若有人伫野外摸着互人杀死，也是自然死的尸体，也是人的骨头，也是摸7日久拢无清气。着为无清气的人摕一寡赤色牛母的肤下伫器具内，倒活水伫迄内面。着有一个落去上清气的人，摕牛膝草运即个水，嗅布边所有器具，甲布边内面的人，搁嗅遐个摸着骨头自然死的人，以及摸着尸体的人。第3日甲第7日，清气的人着甲遐个无清气的人嗅水，互因到第7日得到清气。遐个人着洗衫、洗身躯，到即倒以后才清气。迄个无清气，阁无去洁净家己的人，着对会众的中间甲伊革出，因为伊拍拉山上主的圣所，洁净的水无嗅伫伊的身躯，伊是无清气的人。这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规例。迄个甲人嗅洁净的水的人，着洗伊的衫。若有人摸着洁净的水，日倒以前，伊是无清气。互无清气的人摸着的物件是无清气，摸着遐个物件的人，日倒以前拢无清气。释放的风险甲代价。历经武汉新冠肺炎第4蔓延，互人不得不承认，洁净确实是保持个人与群体健康重要的关键。
面对传染疾病，彻底洁净会当避免受到可怕的病毒侵害。隔离政策也诚做不得已却必须为的政策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严谨遵守洁净的条例，这对现代人来讲减菜学的理解。总是伫传染病种类日益繁多的现代社会，安尼的要求却显得有道理，互咱不得不赞同。当上帝再度肯定亚伦甲祭司的职分，伫众人面前托付因重任以后，因首先要做是调制秀洁净的水，通好为着人民除罪。但是伫咧制作秀洁净的水的过程，因必定会因为安尼耽捌着误会，所以包括祭司、烧牛的人、取牛毛肤的人，伫事后拢必须洗衫、洗身躯，了后才当进入营地。毋过入岛以前，因伫礼仪上犹原是无洁净的。使用秀洁净的水，是为着要互以色列人得到洁净，但是制作的过程却也互参与者诚做无洁净。这检采是侍奉上帝人所爱面对的风险甲代价。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毋单单只为着要除去世间人的罪，伊家己也付出代价。主耶稣亲近迄老的妇人人、麻风病人、冒税的人和罪人，但捌着因的无洁净，为着安尼遭受法利赛派的人质疑甲谩骂。总是耶稣并无受因看做有为的人事物感染，反倒转，毋管什么人蒙卡着伊，还是伊蒙卡着什么人，罪就除去。主耶稣甘愿担当世间人所有的罪，家己彻底诚侪赎罪的祭物，伊为侍奉付出性命的代价，世间人就因为安尼得到赦罪的恩典。对创伤理论的角度来看，残人的工作者无通避免职业伤害，恐惊的是心灵创伤，佫称作是替代性创伤。伫《创伤照管》这本册，作者安尼描述，就亲像油彩会喷绣着画家的衫，房顶的镜架旁拢有涂泥，相款帮助别人面对创伤，也会留着印记。同样，传道人伫咧牧养陪伴的过程中，一旦了解信徒的失败甲伤痛，也会伫内心产生同样的伤痛。若无好好进行创伤照护，有一日恐惊会爆发类似创伤后压力反应。这是献身伫福音工作甲牧养工作者学得避免的心灵创伤。这是为着执行除罪工作，需要承担染无洁净的风险，因必须付上代价，才当为着人带来祝福。但是这并毋是见效的代志，因为既然上帝差遣因去执行这个代志，伊也的确为着因开启恢复圣洁的道路。牧养的创伤也相款。拄亲像如因所讲，创伤和痛苦变成做新时刻的虫仔甲机遇，互相坦诚倾诉强化彼此的愿望，互相分享软弱变成做一个提醒，一股全备的力量拄得要来。上主的恩典是超过人所想象的。
默想，假使我的侍奉可能带来创伤，我是毋是愿意由原为主所用？假使我的侍奉可能带来创伤，我是毋是愿意由原为主所用？咱来祈祷，阿爸父上帝，感谢你无条件会听，选召我诚侪蒙爱的子民，我愿意奉献家己，一生活出疼人疼你的性命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